嗨，大家好，我是坦平树。今天是2025年2月11号，这一期咱们聊一聊非税收入。今天经济观察报刊登一篇文章，叫4万亿非税收入从何而来？一共是4万亿。这个经济观察报记者叫杜涛、刘亚宁。2025年2月10号，他这个前言部分说，2024年非税收入大幅上涨的原因包括2个方面。一是部分中央单位上缴的专项收益显著增加，二是资产盘活带来的收入提升。与税收收入相比，非税收入的科目丰富，征收灵活，因此在税收收入和其他收入下降时，挖潜非税收入是实现财政平衡的一种方式。二，与税收收入一样，非税收入也包括中央财政的非税收入和地方财政的非税收入。2024年，中央和地方均有支撑非税收入增长的动因。这个动因有压力和有这个必要，因为土地财政难以为继，地方财政的收入下降，所以它只能在非税收入这做文章下功夫。第三个是23个省份2024年非税收入总计 2.29 万亿，同比增长 15% 左右。非税收入备受市场关注的原因之一，在于其中的罚没收入可能对地方营商环境带来的破坏。他这文章的部分说他说财政部数据显示，2024年全国税收收入17万4972亿元，比上年下降 3.4%。全国非税收入4万4730亿元，比上年增长 25.4%， 增长了1/4，一共是 4.5 万亿。从单月看，2024年非税收入增速在3月、6月、9月、12月等考核月份呈放量态势，其中12月非税收入同比增长 93%， 这个给人感觉像是到了季度末要冲量。季度末一般都是考核这个财政收入有没有达标，一看肯定是靠税收肯定是不够，只能在非税收入这儿要突击一下。从地区看，在已公布数据的省份中，吉林、山西、江苏、内蒙古、甘肃、浙江等省份表现出较高的增速。部分省份解释称，非税收入增长主要来自盘活国有资源资产的相关收入。应该理清，非税收入与罚没收入并不等同。在非税收入中，罚没收入占比有限，常见的非税收入包括行政事业性收费收入、政府性基金收入、罚没收入、国有资产有偿使用收入、国有资本收益等。综合数据以及专家观点，2024年非税收入大幅上涨的原因包括2个方面，一是部分中央单位上缴的专项收益显著增加，其中中国烟草上缴的利税占据了相当大的比例，为非税收入增长做出了重要贡献。这里非税收入的增长有烟民的贡献，所以说经济形势不好，现在能不抽烟的他就不抽烟了。以前抽华子的，现在改成抽20的；以前抽20的，现在改成抽10块的。这个烟草的利税还能继续增长吗？这个春节我看见发华子的已经少了很多。除了这个烟草做的贡献之外，二是资产盘活带来的收入提升。通过有效管理和利用闲置或低效资产，地方政府实现了资产的增值和收入的增加。山东大学税务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李华测算，上述2项贡献了接近 24% 的非税收入增长，也就是非税收入增长 25%，这中间1/4是一个是国有资产盘活，一个是烟草，也就是中央单位上缴的专项收益。罚没收入变化不构成非税收入增长的主因，但并不意味着可以对非税收入的增长掉以轻心。非税收入短期快速上升的另一大隐忧是，其中盘活国有资产带来的收入存在空转的可能，地方有动力通过做大非税收入分母来降低负债率。这意味着非税收入短时间快速上升，可能会影响财政收入的质量，也就是非税收入很有可能是挖东墙补西墙，这个数字很有可能是做出来的，最终是由银行买单，
从银行的贷款。一位地方财政部门负责人说当前地方政府盘活资源或者资产，增加非税收入的动能较大，除去完成收入任务，也有降低当地负债率的需求。负债率是当地负债和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比值，提高非税收入有利于做大分母，从而降低债务率。负债率过高的地区不仅会引起金融机构和市场投资者的担忧，也会影响当地行政官员的升职，因此地方政府官员有动力做大非税收入，但这也意味着财政空转的风险。这就好比咱们经常举例子的，地方政府把收来的地挂出去拍卖，实际上也卖不掉，因为目前房地产的形势低迷，你土地卖不掉，但是政府也要把这地卖出去，地不卖出去他就没钱发工资，所以他就找一家国企或者是自己手下的城投，就把这地以高价买下，完了之后再抵押给银行，从银行贷款，实际上这个地没有卖出去，最终是把这地给银行，从银行贷款，账面上看这地卖掉了，政府收到了钱，政府把这钱用来弥补财政的亏空，给公务员发工资。那么我想对国有资产的这种收益的处置也存在这种空转，这个项目这个资产实际上一年收益就是1个亿，他现在通过处置给下面的城投公司，城投公司一年交2个亿，最终城投公司那边的窟窿以后再说，把政府的债甩到表外去，政府这边闲的你看收入还挺多的，你的资产负债率，你假设资产负债率是60%是安全的，他的政府的收入一多，意味着政府的他就贷款就可以更多花，就发债可以多发，钱又来了。2024年非税收入大幅增长，财政四本账中最主要的是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该收入由税收收入和非税收入组成。由财政部制定的2024年政府收支分类科目一书中提及，非税收入是反映各级政府及所属部门和单位依法利用行政权力、政府信誉、国家资源、国有资产或提供特定公共服务征收、收取、提取、募集的除税收和政府债务收入以外的财政收入。上述书中提及，非税收入科目分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科目、政府性基金收入预算科目、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科目，就分这么多科目。2024年政府收支分类科目提及，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中，科目包含专项收入、行政事业性收费收入、罚没收入、国有资本经营收入、国有资产有偿使用收入、捐赠收入、政府住房基金收入、专项收入、行政事业性收费收入、罚没收入是此前非税收入引起较多关注的原因。国有资本经营收入主要反映各级人民政府及其部门机构履行出资人职责的企业及一级企业上缴的国有资本收益，比如中国人民银行上缴收入、金融企业上缴的利润收入、烟草企业上缴的专项收入等。与税收收入相比，非税收入的科目丰富，征收灵活，因此在税收收入和其他收入下降时，挖潜非税收入是实现财政平衡的一种方式。比如2023年税收收入增长同比增长 8.7%， 增幅较高，非税收入就同比下降 3.7%。 那这个非税收入就变成一个调节。2024年非税收入同比增长 25.4%， 其中3月、6月、9月、12月非税收入数据变化较大，这是因为这几个月收入属季度和半年的节点，节点上相关行政单位需要进行季度、半年度、全年的考核，其中财政收入也是考核指标之一。那么这个增长到底来自哪里呢？与税收收入一样，非税收入也包括中央财政的非税收入和地方财政的非税收入。2024年中央和地方均有支撑非税收入增长的动因。李华说2024年非税收入增长主要来源2大方面，一是部分中央单位上缴的专项收益显著增加，二是资产盘活收入。首先，部分中央单位上缴的专项收益，非税收入中包括国有资本经营收入一项。国有资本经营收入主要反映各级人民政府及其部门
机构履行的就是出资人的职责而获得的相应收益。2024年11月8号，财政部部长蓝福安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举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说，今年以来受各种因素影响，中央和地方财政收入不及预期，对此正在采取一系列措施，确保完成全年预算目标任务。说后2个月安排有关中央单位上缴一部分专项收益，补充中央财政收入。你看看，这是财政部长说的，也就是到年底没钱了，一看这个缺口还挺大，安排中央单位上缴一部分专项收益，这个就是打明牌，对吧？直接告诉你这钱从哪儿来的。李华说啊，中国烟草上缴的利税占据了相当大的比例，为非税收入增长做出了重要贡献。中国烟草不是小微企业吗？怎么还能调节这么多利润呢？这可以说是一本烂账了。但利润可以调节的时候，但这个收入你可以调节的时候，这不就是约等于做假账吗？要么就是你的会计准则有漏洞。李华说啊，中国烟草上缴的利税占据了相当大的比例，为非税收入增长做出了重要贡献。此前也曾实施过类似措施。2022年，按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和政府工作报告部署，为增强可用财力，中国人民银行依法向中央财政上缴结层利润，总额超过1万亿元，主要用于留抵退税和增加对地方转移支付，支持助企纾困，稳就业保民生。我在想，2025年如果财政收入继续下降，也就是税收收入增长乏力，那只好再苦一苦烟民。这个烟的价格还可以再提升，烟的成本没有增加吗？你把价格提升一下，那都是利润。再苦一苦烟民，谁让你抽烟呢？所以赶紧戒烟，既对身体健康有好处，又对你的口袋负责，对你的钱包负责。说另一部分增长因素来自各级政府盘活国有三资的收入。2024年10月25号，财政部召开2024年前3季度财政收支情况网上新闻发布会，提到一般公共预算非税收入 3.13 万亿，同比增长 13.5%， 增长主要原因是地方通过处置闲置资产等方式加大资源资产盘活力度，带动国有资产有偿使用收入、国有资本经营收入增长，拉动一般公共预算非税收入增长 10.8个百分点。那地方的非税收入到底什么情况呢？这个文章说，经济观察报梳理了已经披露数据的23个省份，23个省份2024年非税收入总计 2.29 万亿元，同比增长 15% 左右，其中仅吉林和山西2省增速高于全国平均增速。此外，江苏、新疆、内蒙古、甘肃、浙江等省份增速排名靠前。多个省份在披露数据时解释了非税收入增长的原因。2024年，吉林省全省非税收入509亿元，同比增长 35.7%， 其中国有资源有偿使用 277.1 亿元，增长 62.5%， 实际上把我们的大头形成的资产租出去了。这里面比如说这个体育馆，一般的都是地方政府投资的，肯定不是私人的。现在各个地方不都有图书馆吗？还有体育场吗？那这体育场它可以租给别人，加大这体育场的经营运营还有租赁。他说吉林比上年增加较多，主要是各地加大资源资产盘活力度，增加收入。政府住房基金收入 30.5 亿元，增长 42%， 主要是自2024年1月1日起调整公积金贷款风险准备金计提政策，相应增加收入。江苏省在解释1到5月非税收入增长为何达到 27% 时，也曾表示主要是各级多渠道盘活国有资源资产形成的收入，包括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出租、出借、处置收入，以及市政公共资源有偿使用收入等。非税收入80%以上增量来自国有资产资源类非税收入增长。远东资信首席宏观研究员张林对经济观察报表示在一揽子化债方案提出之后，各地创造条件，加快化解地方债务风险。加之2024年当年城投债到期规模较大，特别是重点化债地区
加大了国有资源及国有资产的处置，用于筹集化债资金，从而增加了国有资源和资产的有偿使用收入。另一方面，从月度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比增速来看，前8个月单月同比均为负增长，同期政府性基金收入累计同比跌幅亦在扩大，这给地方政府带来了较大的财政收支压力。为了减轻后续的财政支出压力，部分地区可能加大了非税收入的征缴力度，加大征缴力度，非税收入就多。你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那就是制度不完善，制度还存在漏洞，钱就像海绵里的水，挤一挤还是有的。经历过大规模投资，各地形成了一批国有资产，包括交通、水利、公共设施、工业园区等。2022年以来，围绕盘活国有资产，多省在出台相关政策之后，逐渐形成复杂多样的盘活国有资产路径。这些大头为什么就不能给韭菜？你韭菜自己去盘活啊？什么叫盘活啊？就这个资产在政府手上，它变成一个无效的、低效的、没有收益的资产，所以要盘活它，成了死的资产。如果这些资产在私人手上，它怎么可能死呢？我举个例子，就是你手上有套房，你还不是千方百计的想把房子租出去，跟这个中介斗智斗勇，跟房东、跟房客、租客斗智斗勇，跟自如斗智斗勇。为什么？因为那是你的房子，收益都是你的，你当然要用心。如果这个房子也不知道是谁的，你来管理，你来出租它，租金也不给你，或者你只能从中拿一点点，那你想你能对这房子负责吗？能跟你自己的房子一样吗？对吧？市场价5000一个月，你恨不得500一个月把它租出去，反正那钱也不是你的，要么就空在那儿。所以你看，在这种产权关系下，所谓的我们的资产的大头在政府那儿，就在这种产权关系下，有大量的这些不良资产，这些死的资产，就是非常正常。文章的后面说啊，罚没收入以外的隐忧，他说非税收入备受市场关注的原因之一，在于其中的罚没收入可能对地方营商环境带来的破坏。李华说，罚没收入是政府部门在执行法律法规过程中对违法行为进行处罚所取得的收入，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政府部门对违法行为的打击力度和执法效果。然而，罚没收入的增长也带来了一些问题，如逐利执法、以罚代管等现象。这些行为不仅损害了执法部门的公信力，也会加重企业和个人的负担，尤其是其增长趋势和某些违规现象引起了公众的广泛关注。对于市场较为关注的罚没收入，李华观察到2024年非税收入中罚没收入的增长呈现出一定的波动性，上半年罚没收入增速迅速，但到了下半年则有所回落。尽管罚没收入在非税收入中占比相对稳定，但仍然观察到年度间增长速度、地区间增长速度以及收入占比存在巨大差异。2024年，特别是2024年下半年，从中央至部委出台了多项针对违规异地执法和趋利执法的政策法规。张林说啊，由于非税收入细分数据披露较为滞后，目前尚无法得知具体的增幅来源项目构成，但从细分项目在非税收入中的占比来看，国有资源和资产有偿使用的占比较大，约占40%，罚没收入约占1%。考虑到2024年下半年具体情况，或许化债背景下，国有资源和国有资产处置是主要来源，而不是罚没收入。尽管罚没收入变化不构成非税收入上涨的主因，但非税收入对财政收入质量的影响仍值得关注。在两大动因中啊，中央企业上缴具有临时性，地方盘活国有资产的尝试也存在良莠不齐的现象。李华说，需要关注非税收入增长的可持续性，盘活资产带来的收入增加在一定程度上是有限的，随着后期可处置资产的减少，这一部分增长动力可能会逐渐减弱。同时，专项收益稳定性也值得关注，其增长可能受到多种因素影响，包括市场环境、政策调整等，因此我们需要综合考虑各种因素，制定
科学合理的非税收入增长策略，确保其能持续稳定为地方财政提供有力支持。经济观察报是国务院下属的一个媒体，他对非税收入的增长做出的解释分析我觉得还是有一定的这个参考意义。首先，我们很多人比较容易把罚没收入就等于非税收入，因为政府公布数据的时候，就是公布税收是多少，非税收入是多少，一般的是这么公布。非税收入增长 25%， 它也没有增长罚没收入，没有公布，所以说，那我们就自然而然的拿非税收入增长等于罚没收入增长。实际上，非税收入里面的大头是各个地方政府在卖资产、卖项目，这是最主要的。它这叫不良资产处置，把这卖掉钱就回来了。这个钱它卖的越多，回来的就越多，这是大头。下面是什么？这些央企或者地方人是地方的主要国企，它的专项收入让它上交，比如烟草公司。第三块是什么呢？就是出租，政府手上有很多资产不能卖，但是它可以出租，以前不知道在干什么，反正他收入搞不清楚，现在没钱了，那政府就到处看这个公共设施可以用来收费，可以租给别人经营。但是这个隐忧有一个地方政府它有做大非税收入动力，非税收入增加，实际上增加了地方的财政收入，地方的财政收入增加，它的可以借的债，可以发的债就增加，这样它的资产负债率不变，不会引起市场的恐慌。第二个就会导致空转，实际上他没有赚这么多钱，政府的那些资产不知道处置给谁了，别人拿了之后再押给银行，从银行那回来钱，你看看，实际上就是套取银行资金。再过2年，政府有钱了，你就再去把这资产买回来，这不就跟政府卖地给开发商，对吧？前10几年，政府把地都卖给开发商了，现在专家又出高明的主意，对吧？让政府借债，这不专项债吗？把开发商手上地再买回来，你说这是干啥呢？这一买一卖，这就是闹着玩。我不知道美西方人家是不是这么玩，一买一卖的 GDP 增长多少，但这中间有什么意义呢？第三个隐忧就是这个收入你要这么玩，它的可持续性，也就是说2024年你这么玩增长了 24%，2025年还能这么玩吗？你有多少东西卖不掉？地方政府该卖的卖完了，25年还怎么增长？你那些出租的收益，你不能租金连年上涨吧？现在租金都在下降，烟草收入你还能连年上涨吗？这烟民都抽不起了，你在烟草你涨价，你还能卖得掉吗？这些都属于饮鸩止渴也就是经济观察报说的这些非税收入增长的主要原因，它都不具备可持续性。2025年怎么办？其中他也提到了罚没收入，因为罚没收入到现在还没有公布，罚了什么钱，什么项目增长得快，还是一个黑箱，谁知道如果经济观察报说的是对的，采访的这专家说了，咱们罚没收入增长主要是来源于央企的专项收入，地方政府盘活这个国有资产，那可以，这个叫罚没收入微乎其微，不在这个非税收入里面占比不大。那既然它贡献不大，那能不能把这个给它取消，或者给它限制住，不要增长了？因为它贡献不大，反而还影响地方的营商环境，就是弊大于利。按照你的数据分析，那不是弊大于利吗？既然弊大于利，那就别罚了，这钱别要了呗。你看地方营商环境也好了，蚊子腿上刮肉，蚂蚁也是肉。对于地方政府来说，有的时候罚没收入比那什么处置国有资产、什么专项收入更加真实，那是实打实的钱，那是正经的收来的钱。他做的什么资产处置、盘活国有资产，这些收入都是账面，都是互相倒账，从韭菜头上罚的钱那是真金白银，是罚过来的。你倒的账以后还要还，你罚的钱不用退，所以你要说让他放弃罚没收入，含金量就在这罚没收入里面。这些文章他列出来的数字和我们韭菜这个微观的感受完全背道而驰。首先说金融消费者，胡适好像2024年罚了几百亿，一共我有印象好像是400多亿还是500多亿罚款比2023年恐怕涨了几倍，这是胡适。再说我们身边，你在大街小巷看看，骑电瓶车没戴头盔罚20罚50，行人对吧，
过马路没有走人行横道，可能罚20。大清早上7点多，交警就上门就上路，开始查违章停车。有的早上查酒驾，我们也不能否认说这些查违章都有必要。你本来就应该遵守交通规则，你本来就应该禁止酒驾等等。但是这些都是反常现象，以往都是晚上查酒驾，现在早上查。很多地方以前骑电瓶车不戴头盔，交警以教育为主，口头教育。现在是以罚代管，这些都是我们韭菜牛马发生在身边的事情，这叫微观体验。这种事情是不是增多了？你告诉我们说罚没收入不是大头，增长没那么快，那意思就是大家还可以忍一忍。这就不说对企业罚没了啊，对企业什么补交税、30年前的税等等，把税务局给打电话，一打电话让你把账本报过去，企业就完蛋了。你只要把账本报过去，你就等着罚款。这些点点滴滴，媒体报道、网上流传的，还大家自己感受，到最后变成你这些罚没收入啊，占比很小，这个让人感觉不寒而栗。刚才已经说了啊，政府它的财政收入、财政平衡是吧？它每个月花的钱是固定的，还要增长，这边收入在下降，税收收入下降，只能靠非税收入来补上。我们刚才分析了非税收入里面，什么盘活国有资产，什么专项收入，这些都不具备可持续性。也就是2024年高速增长，2025年这些还能涨吗？涨不了了。你烟还涨价，再涨20%，你烟涨价涨20%，你收入多不了20%。为什么？这烟民他抽差烟，那这个缺口怎么办？所以罚没收入一定是众望所归，也就是地方政府他按捺不住，他实在没钱，国有资产盘活已经玩完了，没得盘了，专项资金他也拿不到手。比如一个县级财政，他在哪儿搞专项资金呢？但是他有罚款的权利啊。所以我觉得2025年、2026年罚没收入会异军突起，营商环境会越来越差。因为政府它需要钱，它要发工资，它要运转。好，这就是经济观察报道一篇报道，叫4万亿非税收入从何而来？我解读一下，供大家参考。好，这期节目咱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